Hello， 欢迎收看《GoGo 共好吧》，我是敏华。今天 GoGo 直击来到哪里呢？我们来到了饭店饭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今天直击要带大家了解的行业就是饭店管家了。饭店管家别小看他们哦，因为平常好像接触大明星很棒的样子，但其实呢幕后是相当辛苦的哦。因为服务业呢真的要很有热忱，而刚刚说到的服务呢就是服务业，带您了解。赠礼点否，准备客人最爱的点心。他是5星饭店的私人管家，一般人觉得他们的工作真的太棒了。在饭店工作，可以比歌迷更贴近大明星，也比随扈更接近正经权贵。只是跟大人物零距离，得要有一身好功夫。嗨，他就是我们的瑞秋，饭店管家，跟大家问声好喽。大家好，我是瑞秋。先帮我们说说，饭店就是饭店。饭店，因为他不止客语说得好，而且呢，他英文还有日文都是下教哦，不只有流利的外语，而且他超贴心的。重点是他们还要24小时待命，对不对？这个工作呢，就是24小时等候客人的指示啊，都要为客人着想，一副提前为他们准备好。服务业是不是真的很辛苦？给他们100个赞吧！服务业最重要的就是要有服务热忱了，他们不但要够贴心，还要会观察客人的眼神跟喜好。今天我们来问问看哦，到底有没有服务过哪些很厉害的贵宾呢？基本上我们服务的对象都是一些韩流的明星啊，或者是国家邦交国的元首。那你们会不会追星啊？当然不行啊，我们要保持专业的服务态度。饭店嘅管家服务懂功夫，这是因为他们几乎18般武艺，样样精通。不够机灵，没有足够的饭店经验，真的很难做好这份工作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今天呢，一样跟着敏华学了许多新的词，明珠带大家来复习一遍哦。来看到第一个词就是饭店，饭店，饭店。第二个呢就是服务业，服务业，服务业，比较难一点点吼，没关系，我们来挑战第3个一整句话。饭店管家服务很周到。饭店嘅管家服务懂功夫。饭店嘅管家服务懂功夫。都学会了吗？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。